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啊！歡迎嚟到陳述足球，我係 OK 哥啊！咁又一個新嘅星期啦。上個星期呢個成績係比較好啊，唔錯嘅。咁希望大家有跟進啊，轉發畀啲朋友。咁今晚呢就冇咩波嘅，得啲意甲，提供兩隊意甲畀大家參考一下啊！到季尾個個都爭住，一係就保組，一係爭歐冠嘅、歐聯啊嗰啲賽事多嘅。提供兩隊，一隊烏甸尼斯對住博洛尼亞，另一隊呢就拉素對住帕爾馬。烏甸尼斯呢就12點半開波嘅。而家呢，博洛尼亞呢就客場讓0.5畀烏甸尼斯。博洛尼亞呢就仲有好大機會爭歐冠嘅。而家排行第六，60分，距離祖雲達斯、羅馬嗰啲都係2分嘅啫，3分嘅啫。客場讓0.5，我睇好博洛尼亞有機會擊敗烏甸尼斯。另外一場呢，就係拉素啦，對住帕爾馬。拉素又係要爭嗰個歐冠資格嘅，仲都有啲機會一樣係59分排第8。睇下帕爾馬會賣分畀拉素。拉素而家呢讓1.25嘅主場。雖然帕爾馬近況係唔錯，但係如果係拉素有心機打帕爾馬就可以擊敗帕爾馬嘅。最少起碼1球或以上。希望拉素今晚能夠全取3分，贏到1球或以上。兩場提供畀大家，希望幫到大家嚇。鍾意個頻道啫，記得點讚轉發啊！而家點讚比較少啊，睇嘅人數啊多。訂閱下，關注下。希望幫到大家，祝大家好運。聽晚再見。好，拜拜。